洲變啦，翡翠仲可以陪我哋幾耐？大家可能唔知道，20年前做翡翠嘅人眼裏邊只有一樣嘢，綠色。行裏邊就有一句話：色差一分，價差10倍。同樣一份料，如果能夠開出綠色，價錢就差好多倍。至於種水，好少有人過問。咁而家呢？嗰啲色好睇，種水跟唔上嘅嘢呢，放喺櫃裏邊呢就會發灰。唔係翡翠唔得啦，係人嘅眼睛改變咗。前幾日經過幾間專門做飾料嘅商家，同老闆傾起身，佢話而家嘅年輕人呢，佢睇唔懂。其實唔係佢哋唔懂，係佢哋終於知道冇種水嘅嘢戴得耐就會發光發木，不長久。咁問題嚟啦。咁好多人仲係用嗰啲舊嘅眼光去睇新嘅嘢，譬如見到一件細細嘅種水貨，少萬價錢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咁細件，水頭咁透就要咁貴，呢個就係而家最大嘅痛點。你嘅審美已經行喺前邊啦，但你嘅判斷力仍然喺10年前。唔好講你哋老一輩90年代做玉嘅人都會咁認為，有綠先叫翡翠。後來自己做嘅貨多，先明白。種水先係翡翠嘅長久之道，真正陪你好耐嘅翡翠，從來都唔係只係靠佢嗰抹顏色嚟撐場面，係靠種水，係嗰種你放喺手裏邊，光一照，佢自己就會講嘢嘅人。冇顏色同佢搶風頭，你就可以睇佢嘅底妝有幾乾淨。幾幼潔，嗰啲顏色好睇，佢哋係屬於嗰個需要用翡翠嚟證明乜嘢嘅年代。而家戴翡翠呢，係為自己戴嘅，係你日常工作啦、生活啦、朋友聚會啦。更重要嘅係你每日同佢獨處嘅時候，低頭一睇，心裏邊一暖嘅嗰種欣慰。我自己經常戴嘅，可能你睇唔到，佢又唔係滿綠，點解你仲經常戴住佢？冇太多嘅顏色，但係你低頭望佢嘅時候，佢俾到你一種好溫潤、好安靜嘅感覺。放喺10年、20年前，好多行家都唔睇好佢，但係而家我哋專門做呢種貨，因為呢啲就係我哋親眼見到嘅變化。市場喺度變，翡翠喺度變，人亦都喺度變。而我想令你睇到嘅係嗰啲真正值得你花時間、花精力嘅品質，唔係炫耀，係舒服，唔係帶俾人睇。係養自己，平洲仲喺度，翡翠亦都喺度，而係靚嘅翡翠，不再好似以前大家認為嘅樣子。有時間不妨嚟坐坐，唔係一定要買嘢嘅，但我真係想你親眼去睇睇，去親手觸摸真正嘅翡翠該有嘅樣子。